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是我讲台语，我是等小鸟。我今仔日要互你看，安尼行路的物件。我是高登车。高轮车哦，毋是高轮车啦。咱来看卖好无？来起来，摆起来，爱用两手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先甲伊掠起来。好，来，请起来啊！来，请起来啊！这只就是草狗。不要你啊！这里就有安尼啦。对，这只，你看伊两只脚，安尼，啊，顶面一起一起哦。伊咧行路的时阵会安尼搞喺草啊顶悬搞起，啊来个下去，做成咧高山啊。啊，所以伊叫做草狗。草狗，我要看安尼下去。你要互伊下去？我要看伊安尼时这其实是伊细汉的时阵。这只还袂当大人诶，你看伊的脚趾片，你看会到伊的腹肚。哎呦，伊跳过来。阵，我在胃头见光。伊的头是三角形的哦，啊，目睭伫遮。啊，今仔日咱要看这只草狗吼，伊迄两只手会饲出来的，你敢知为虾米？因为伊拢食肉哦。我食啥伊吧？因会食其他的细只虫哦，还是像刺毛虫，还是像土蟳。因为伊头前迄两只手就是专门咧共掠其他的人来食。啊，因为因是食肉的，所以有当啊，咱若要掠草狗来看的时阵嘛，爱细腻哦。不要你。因为你若甲伊掠吼，啊，伊想要走，无法度走，伊嘛甲咬哦，啊咬落会流血哦。这里这只。这只做细只，啊，因个有。我有咧，互伊倒去，我要看嘛，就互伊倒去我。你要互伊动，你的身躯顶面飞来飞去啊。还有这，啊，我会当家己面镜。好。饲豆啊，饲豆啊，你要饲食豆啊？啊，毋过我头甲你讲啊，伊是食肉的，所以伊袂食迄豆啊。没有，我用迄个汉堡的，一个挂包的，还有甲豆啊，糖甲豆啊，要互伊食，互伊啊食较济，安尼伊较会愈来愈大只。我会当带伊去儿童亲热营地个面会，姐姐名叫的。啊，刷来，咱再来看另外一种虫，好不好？啊，头迄只草狗看完，我阁有发现这张草啊内底阁有一只足够水的物件，这只是一种尾叶的幼虫，伊嘛是一种刺毛虫。伊头壳顶有两支冲天炮呢。你细汉敢有拔过冲天炮？你敢会记得？他们安尼拔两支，啊，有的人就感觉伊安尼做成个 dinosaur， 做成个恐龙。因为有的恐龙是头壳顶有角。你看。啊嘿，我敢会当甲伊摸。会使，这种会使摸，身躯迄袂甲你插，袂甲你有毒。想袂到这角啊草帽仔内底，竟然会当找到遮侪动物。那咱今仔日看到的第一种就是草狗，啊，第二种叫做刺毛虫。好，拜拜。